男演员张哲豪从2009年起，在《艋舺》《大稻埕》《军中乐园》等一个人咖啡等大片跑龙套演出，直到2017年被朋友拉去演出《台北物语》，才终于闯出名堂，却也还是时常担心自己会被换掉。而他出道10年，终于获得饰演电影《盲人律师》男主角的机会，但导演开拍前的怪病住院，死亡率还高达40%，让他一度做好停拍的准备，就像衰运缠了10年还没停。张哲豪在《盲人律师》中担任男主角，故事改编自台湾首位盲人律师李炳宏的真实故事。李炳宏先天便完全看不到，靠自己不断努力考上律师，于2008年签下人生第1张委任状，加入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员工求偿案的控方律师团。经过多年小虾米对抗大金鱼，终于打赢这场工伤案，立下了台湾司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而据《ETHEDAY 新闻云》报道，张哲豪透露，自己为了拿到盲人律师男主角的角色，第1阶段写了约2分钟的大独白，通过后自己跑去买盲人杖，蒙着眼睛在打工下班的餐厅摸黑试奏，让他在第2阶段轻易进入角色，最后获得担任男主角的机会。但他并没有因此很雀跃，过去他遭遇太多不幸的事情，时常还没签约或开拍就被换掉，有时取代他的还是自己的朋友，而这次的事情他朋友也有参与，不免让他担忧可能又会被换掉。没想到命运捉弄人，盲人律师开拍前，导演洪承昌出现感冒症状，之后竟然越来越不舒服，甚至出现失忆的症状，送医后才发现是败血病，通常死亡率高达40%，让张哲豪得知后相当震惊，也做好停拍的准备。所幸导演住院1个礼拜，急着出院喊开工，在延后2个月后正式开拍。张哲豪也坦言，接下盲人律师后压力很大，因为角色内心很复杂，既想要帮受害者打官司，又一度想要逃跑，且台词中有大量专业法条，加上导演喜欢一镜到底，让他曾 NG 高达24次，压力一度带到在蹲马桶时都在背台词。更透露自己曾拍过的《台北物语》确实带给他很多机会，但也让他十分担心自己无法突破。直到某次遇到别的剧组拍戏，对方工作人员盯着他，突然叫出盲人律师，让他听到当下真的很感动，也多了一份自信。